單位露台向東，自然光照射客廳，近距離已經望到翠綠山徑。業主呢，特別喺客廳重新裝修吧台、家私、電器，全部齊全，做到即買即住。室內係全新裝修，間隔實用，每間房呢都空間感十足。而家呢，業主叫價2650萬，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聯絡我的神。